2堂礼拜即将开始，请将手机关机或关静音。大家平安。新的一年，我们要全心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他。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点点怜悯。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刺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一起拍手。我要向你唱新歌，点点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刺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伟大。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刺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伟大。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伟大。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上帝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生命的真光。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思念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着你。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我献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主是何等的
晨光照耀。你的爱是永无止境，祝你思念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着你。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晨光中我的家生命。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晨光中我的家生命。我伸出可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这是何等的奇妙，你同心何等美好，让生命晨光照耀。伸出可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这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心何等美好，让生命晨光照耀，就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心何等美好，让生命晨光照耀。压上芦苇大步折断，将残灯火大步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紧握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紧握前方路有指望。压上芦苇大步折断，将残灯火大步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紧握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紧握前方路有指望。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紧握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紧握前方路有指望。你的双手，你为我舍命，人生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
你，我庆幸我生命都属于你。你是我盼望如星星的光，紧握这条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紧握这条路有指望。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紧握这条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紧握这条路有指望。你定很双手，你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庆幸我生命都属于你。我庆幸我生命都属于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过去1年的保守和带领，你就像我们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是在我们欢笑或是哭泣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力量。在新的1年里面，我们要更多的靠近你，按你的真理而行，活出得你喜悦的生命。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共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1条新命令，但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Hello。好，报告之前，因为我看到新面孔，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我没有看过，是新朋友还是大家其实很熟识，可以请这位朋友，你也起立。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吗？哦，你现在看起来也很年轻啦。好啊，可以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中文好，日文我可能不会。中文。长尾鸡啊？消极啊？哦，好，那你是从日本？黄信都有，我认识，只是你发音没有那么标准。小黄信，好，那小黄信很久没来，可惜。好，欢迎。好，还有新朋友吗？不好意思，有点脸盲。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先报告。那公祷事项，那我们就是请大家依然为肢体有病痛，或者是目前因为教会有非常多怀孕的孕妇们，希望他们可以孕程顺利，或者是即将生产的也可以一切顺利。那接下来教会消息，2026年的爱餐认现款，就是之前大家有登记的，那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可以缴费给干事，那请大家尽快缴费。然后
外宣导一下，虽然说就是大家都有认现这6000块，每周6000块的补助，但是最近半年、1年，大家应该蛮有感的，不管吃什么都会变得非常贵。那因为物价上涨实在是有点多，所以其实目前爱餐的经费还算是不是很充足。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觉得看到这样自己很有负担，很想要多资助一点之类的话，可以再跟干事联络，就是去捐那个奉献到专款，那就是专款是爱餐基金，就是大家如果到时候要奉献的话，请注明。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请各部各团契配合在1月11号下周以前缴交2025年度预算、决算跟账册。那因为我们目前查账委员可能会人力比较吃紧，所以他们会需要多一点时间，尤其是大家都不是会计背景的，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各有千秋。希望大家尽早，然后让他们能够比较，因为他们看我们这些没有会计做的东西，应该是很头痛啦。希望大家尽力，就是协助他们，可以让他们进这项事工，因为大家知道钱的话，还是要算得清楚一点，那让他们尽量轻松一点。第3点，17号下午2点会召开小会，那紧接着3点会召开长职会，所以请长职特别留意。第4点。今年度第1季的服饰排班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然后各团契的赖群其实应该都有看到，大家在留意自己被安排到的时间，然后如果真的有临时有事的话，也请尽量提早跟就是可以代班或者是换班的人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就是稍微交换一下。第5点，第1季的新眼光读经已经放在招待桌。那有需要的就可以自行取阅，或者是在自行年轻一点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网络，看一下手机，务必跟着每日灵修的进度，就是依照牧师他们安排的进度，可以一步一步就是让自己更属灵。最后一点，10月、11月份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大家可以在公布栏看到，然后可以了解一下。接下来团契消息，1月9号。星期五上午10点，松年团契在1楼聚会。第2点，10号、11号圣歌队举办退休会，地点在苗栗。那到时候牧师跟干事会一同前往，所以到时候可能有事的话，要请牧师他们处理的话，就是要尽早，不要在这时候再找牧师。最后一个肢体消息，就是不太开心，就是美静姐她在12月25号的时候安息主怀。享年70岁，那请求主安慰遗嘱。那有比较熟识的，也可以再去关心代祷。最后是奉献明细，那请大家自行参阅。如果有不一致，你就跟自己奉献的金额不对，或是缺漏的，可以跟财务部或者是干事反映。那下一周会再刊登回来刊物。好，接下来奉献，我们请实现的同工。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又带领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1年。到了新年，或许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期许、新的盼望，但我们也会踌躇着说，年复1年，我们每次都有这样的盼望，好像没有真正的更新什么，是吧？但是就像你歌里面所说的，请你还是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设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能够一步一步，有你同在的坚定的往前。不管是在我们的学业、事业，或者是信仰的成就上面，主啊，都请你一路与我们同在，亲自带领我们。这边我们奉上一些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最后，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祈祷主导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约翰3书，那第1节到第4节。那我来念，大家用心听。第1节，我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真心所爱的。亲爱的，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我非常欢喜有弟兄到这里来，证实你对真理的忠诚，就是你按着真理而行。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圣经到这边，正道。今天一节牧师要带来的主题是新年新盼望。那我们交给一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其实每一年今天我都用是这个主题。大家还记得去年吗？好像志梅牧师好像每次新年都会安排我讲道啊。那我觉得这个主题打遍天下，不管什么经文，好什么经文。好，那个新的一年我们应该大家很多人都第一次见面，我们跟左右邻居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后面新年快乐啊。刚好大家碰到现在天气那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新朋友很厉害他刚刚已经参加过第一堂了第一堂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台语，他爸爸在旁边用中文一直跟他翻译感谢你来牧师感觉你对上帝的话非常的渴慕非常的渴慕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你依然呼召拣选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透过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2026年，让我们能够不止我们要出入平安，凡事丰盛之外，我们更需要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真快的时间已经来到2026，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如何。我想他们应该是蛮开心的蛮开心的。2025回来台湾还是2026来？2026来那牧师其实昨天跟子爱，子爱我们是昨天嘛子爱他也18岁，我那个女儿是子爱，我们运动完一大早运动完去那个长安西路买早餐的时候碰到他们，我很开心很开心，他们已经我来这8年第一次看到他们所以看到很惊吓又很欢喜去年子怡5月24号跟牧师说要结婚，我也经历了惊吓，然后欢喜，然后过不了多久的时间，他通知牧师我怀孕了。我第一时间听到又吓到，然后又很开心。开心什么？2位牧师今年要做阿公阿嬷了，怎么大家都没怀孕？哎呀，这样不行今天天气冷嘛，我要那个热一下，对不对？太年轻了，听不出来那个感受不到。你当阿公阿妈是你们的事。我跟你讲，现在要是文和长老在世，那个他可以感受到，他当阿公阿妈，他期待多久，你知道吗？期待一甲子，真的是一甲子。真的吗？一甲子70岁嘛，超过对吧？期待这个阿孙，期待了一甲子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人的成长就是其实一直在往前，牧师也看得你们一直往前。像他说他以前的8岁一直往前，教会其实也是有生命的。教会这个生命其实不可能停止不动，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一样。信仰你不是往前就什么，就是退后，没有站得不动的。信仰是这样子，但是受到现在科技网络的进步、世俗化价值观的影响，基督的真理在教会其实受到很大的冲击。其实不止你们，牧师们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以致看到很多教会里面出现许多不合真理的事情发生。教会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人与人彼此之间的意见看法就越来越多的纷争。教会原本应该是和谐、让人欢喜的地方，如今却变成让人家什么会惊吓的地方。牧师认为这几年建成是一个往前跑的一个教会，还是只有我认为？你们觉得嘞？啊，只有宇翔，谢谢你。我跟你讲，宇翔今天带来好消息，他等一下会请你们吃油饭、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哈，我们跟他一起开心哈。我们建成，我们有爱，绝对不是一个口号，那个是我跟志梅牧师，我们从上帝来领受到的意向，是一个对信仰真理我们的决心跟坚持，是一个愿意为主耶稣努力来改变的一个教会。一路上走来，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啊！那个大家可能只是擦边球，那比较核心的同工长职，其实都可以看到，因为有时候在有一些冲突，你们不一定会知道，所以因为很多人都需要做很多的调整，不止个人，教会也要做调整。常常有时候一个教会久了，像我们这个70几年教会久了，传统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也是一样啊，因为世代变化太快，父母的关系常常你们都老一辈，你们讲老是那顽固，老是这样认为，所以其实不止对教会，整个社会、整个群体冲击很大。牧师感谢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愿意牺牲奉献，我们努力调整，一直的打拼。2025不管你满不满意，来问一下，2025满意的举手。哎呀，有孩子的当然满意呀，快有孩子的当然满意呀，但是不管满意，都过去了。如今我们所盼望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未知数啊？其实盼望未来很危险，你知道吗？盼望未来是一个未知数啊。我们看到那个昨天发生一个大事，对不对？全球发生一个大事，对不对？委内瑞拉的总统前几天跟那个川普一直喊。你有种来抓我，有种来抓我啊！你来抓啊！我就住在总统府，你来抓啊！他是一个在期盼未来他被抓，后来他真的被抓。我不评论这个事情，我的意思说，未来其实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相对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串成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现在在很快时间就会成为过去。我们现在其实在以前是叫做未来哦，在2025来看，今天是未来。所以新年新盼望，我们过去8年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影响我们建成的未来。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会影响。我们可爱的神学生哲新牧师相信，他对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一定会有影响的啦。给他压力，给他压力哈。他只要用心，一定会影响。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我们很感谢主哈。新的一年，我们琴社会长小赖，因为他刚走进来，牧师都已经要点名的了哈。小赖愿意承担琴社会长这个职位啊，谢谢你啊。因为我们知道外在的环境一样艰难，生活中许多的重担困境一样存在。今天早上台语堂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好一阵子没来的长辈、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病痛、年老的关系，他们过来了。有一个92岁的阿嬷，因为脚不方便，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她很想来，我们常关心她。她儿子美国回来，今天特别带她过来。一进来的时候，全教会每个人这样子，哇，一跟她抱来抱去合照，这样很开心欢迎她。他们也是，那个丽娟长老几个比较熟悉，其实牧师也没看过他哇，看到他也是好开心，好开心哦。等一下，我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了哈。如果今天他们来了，我们都不理他，我想他心里会很难过，会很难过，一定会很难过的不会我们还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病榻当中。甚至许多的无常，随时也会找上我们。12月25号，刚刚周报有在念，12月25号圣诞节那一天，
今年有放假了哈，今年有放假，虽然不是放圣诞节，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其实牧师就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哦，住在我们对面3楼的一个姐妹过世了。那个女儿说：“牧师，当然就到殡仪馆，不到那个医院马偕医院地下室，然后妈妈早上还在买菜，怎么回来突然就那个了，就走了。”那一天天气特别冷，马偕整个那个往生室里面人满为患。甚至这个姐妹的大体摆在这边的时候，听说上面要一个再下来摆旁边。后来那个家属反对，因为那个家属20周的婴儿，20周的婴儿走了。那个妈妈知道说要还旁边摆个，不要，就还是一直留在上面。我们走的时候还没下来。那一天真的天气变化很大，所以其实会有许许多多的无常，我们要很珍惜我们现在的一个时间点。新的一年，牧师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真理的路上，我们一起来面对挑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的背景。今天经文的背景，作者约翰是跟随耶稣的使徒中间，我们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安享晚年的使徒啊。大概在主后70年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发生很大的冲突，圣殿再度的被毁坏，门徒四散。老约翰和大部分的人一样逃离耶路撒冷，但是他依然宣扬主的福音，依然牧养那些教会，兼顾他们。基督的教会其实常常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当中被建立。当教会有错误的真理教导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很快处理，不然会怎么样？其实家庭也是一样。当我们亲子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你如果不赶快处理，其实它就像一个笑一样，就会散开。散开就很恐怖了。以教会来讲，一个群人，当不管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一个教会被散开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信仰团体。渐渐就不再以基督为中心，而成为人的教会。当以人这样子的教会，就会有很多的纷争发生。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3到4节。牧师来读。我非常欢喜有弟兄到这里来，证实你对真理的忠诚，就是你按着真理而行。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欢迎那个爸爸来前面坐的，来光远。这个爸爸来了，这个也是渴慕上帝的话听第2次哈。约翰听到该犹在教会的所作，他非常的欢喜。该犹的生命，该犹这个弟兄的生命，在教会受上帝真理的建造，他相信上帝，并且不断在生活当中要实践出来。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他信什么，他就活出什么。所以信错了，一定会活出错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角度跟看法？你住的地方，你接受了什么，一定会不一样。该由他在教会受到真理的建造，他信的什么，他就活出什么。其实这个也是信仰最困难的所在。我们听，但是不会行出来，光说不练。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当初的教会发生什么？当有出外的基督徒及忠心的传道人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该由这个弟兄，他会让他们感受到主里彼此相爱。就他们回来，我们让他们感受到有主里面有彼此相爱，让他感受到哇，我回来是温暖的。他们用爱心慷慨款待他们，不但为他们预备住的地方、食物，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又帮他准备什么？金钱跟物质，送他们往下一层去。方子瑜跟一手证婚的美国宣教师马约翰牧师，他在台湾20几年，他对台湾的教会牧者影响程度非常的大。他能够来到台湾宣教，也是因为美国有众教会无私对他的奉献。他不是接受，他虽然是差会差派，
但是他所每一天的费用是很多教会对他的奉献，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来到台湾为主耶稣宣扬福音。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约翰是一个好的牧者。当一个牧者听到羊群有走在真理的道上面，那种的欢喜、那种的满足，不是世间的东西可以比的。就像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好久没看到他回来了，每个人都抱着他那种欢喜。今天牧师有偷偷帮他们拍照起来，他那种欢喜，我也很开心，很开心。好几个开完刀之后，从去年开完刀就没再来了，今天都跑来了，那种欢喜就说哇，好开心。2019年，2位牧师在马牧师的带领，我们台湾有一些教会的牧者，我们去美国考察跟受造。当中有一晚是台湾之夜，你们看牧师不是有做了一个原住民的衣服吗？我们就在台湾之夜那天要表演要表演。那一晚也是支持马牧师宣教的众教会的人来参加，几百个人。当马牧师用 PPT 介绍他在台湾所做的事工的时候，那些人，因为后来我们会有交谈的时间，那些人他们没有来过台湾，甚至有的人台湾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透过 PPT 看到马牧师所做的一切，他们心里非常的欢喜啊。然后那些晚上还接待我们牧者到他们家里去住。我跟志梅牧师去一间家里面，就好像我们在电影看到的，好漂亮好漂亮，害我们都不好意思把它弄脏了，真的好像那个电影里面很美的一个房子。他早上还帮我们准备早餐款待我们。8年来，2位牧师也看着我们建成教会，有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信仰上面做调整。牧师讲话很不客气，有的弟兄姐妹代表说有的没有，的确有的没有，但是牧师还在等我们都一起等。看到有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信仰上面做调整改变，走在爱的当中，委身奉献，彼此相爱。牧师也看到他们生命内外渐渐的受改变，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他们的生命慢慢出黑暗入光明。牧师内心非常的欢喜，看到他们的改变，我很开心。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约翰那个时代的教会，对实践耶稣爱的诫命反而是少数，因为教会仍然受到一些黑暗的势力，还有一些自私自利的人掌控影响着。如今的教会其实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你说牧师，我们建成有吗？你们觉得呢？当约翰在称赞该有的好事的时候，他也讲到教会有一个人，那个名字也蛮难念的，丢特肥很难念的一个人反正就一个人名，可能是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领袖，然后这个人很爱当头头。他展现出来他的行为跟该有，就是约翰赞许的这个人完全是相反。他不愿意接纳约翰真理的教导，他甚至用坏的话来攻击使徒。他想要自己当家做主，就是他想要在教会里面掌权这块的野心，这个野心跟他让使徒的关系有破裂。重点是他在教会的影响力比该有大。我觉得我们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在世上看到不好的人，他们常常的影响力很大。他中文听不懂吗？他听不懂吗？你用日文讲吗？你用日文跟他讲。爸爸真的很有心刚刚用的那个。我讲台语的时候，他翻译成中文；现在我中文的时候，他翻译成日文。我们鼓掌一下，哇！这爸爸真的是但是你们会受影响还好不要好。
重点是，常常这样的人，他在教会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在讲什么？当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在团契里面，当你在教会里面，当你成为那个影响力的人，其实你的所作所为很重要。这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拒绝接待任何约翰关系的兄弟。他不但自己拒绝，有人要接纳的时候，他阻挡，甚至威胁：你不能接纳。如果不听从我命令的人，我想办法把你赶出教会。所以我们相信该由他现在目前在做这样的事情，他压力非常的大。他压力非常大，所以其实这封信就是约翰写给该由，叫他要坚持下去。大家听起来觉得一定很感觉很离谱，是教会的，教会又不是教会，社会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没错，教会就是会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心其实都是软弱的，人心其实也是充满贪婪跟罪恶的地方。所以在信仰旅程，如果我们不够警醒，不管是你们牧师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陷入魔鬼的计谋当中。尤其是那些特别热心追求信仰的基督徒，他一开始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变坏的时候，他以前不是这样子啊，他小时候很乖的啊，他在学校的时候很乖的啊，他不会是这样子啊。就像约翰举例的这个人，2000多年前是这样，在21世纪一样有很多像这样的人，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团契里面，教会常常做某一些人，甚至某家族或者派系的控制，这个是在我们长老教会独特了。当然，比较不是长老教会，也是别人是受某一些人的控制啊，哈。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推动某一个事工计划或者是宣教，我们需要某某人同意才有办法进行。你们大家会觉得怎么可能？当然，我们建成现在不可能这样子啊，现在很多地方是这样子，因为这时的教会已经成为他们的教会。这样事情的发生，其实让我们是很惊吓的。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段经文1到2节。1到2节这个版本我觉得大家可能习惯是另外一个版本，但是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版本啊。来，请我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真心所爱的，亲爱的，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另外一个版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的灵魂兴盛是一样。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人其实会不在。这次圣歌队退休会牧师一样，这段经文2节一样，这一段经文，亲爱的，我愿你这一段，但是牧师讲的主题叫做无常与永生盼望。无常与永生盼望。我们人其实上帝要你走，很快你就走了。但是教会永远会存在，教会绝对不是某某人的教会，教会更绝对不会是某某家族他这边待着他的教会。甚至我们常常说某外教派这个教会是某某牧师的教会，有没有啊？那个是某某牧师的教会，这是错误的观念。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建立在头底下，我们互相为肢体。肢体如果互相帮助，就是我们手脚啊，其实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帮助有一个意涵，就是牺牲在里面。我们要互相帮助，其实有时要牺牲了。碰到新的琴社会长小赖，你看不专心就会不让我点名。啊，那个我是在帮助你啊。碰到新的琴社会长小赖的时候，他做不好了，我们大家就可以提醒他，包容他，这样其实可以帮助他，而不是他如果弄不好一下，你就斥责他，其实他会很泄气会很泄气。当我们这样子，我们互相帮，我们每一个肢体就可以自然、很正常的在运作。但是，当我们肢体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好处跟自私底下，
我们知道教会就会开始偏离主真理的方向去。虽然我们这几年我们的琴社，今天一直讲到琴社，我们琴社有办了很多活动哈，不管露营啦哈，我们之前的琴社会长哈佑书哈，一定要提到他的名字哈，他真的很认真，办了3年哈。但是我们不能成为哈那个露营的教会、露营的团契，对不对？不行啊，要小心嘞，不小心就变成露营的团契了。哦，我们透过露营，怎么样建立彼此的关系，让彼此在里面学习真理。否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称呼在教会里面出现。啊，那个教会里面哈，那个可能年轻人长老头啦，哦，长老头啊，那个文和长老哈，是建行教会长老头，哇，这个是好听还不好听？啊，好像很我是建成，意思是说我在建成话剧也跟当，牧师有法度，牧师能不能那个待下去，我长老说了算，你知道吗？很多教会是这样子，甚至会跑出一些奇怪的称呼，大牧师，大牧师，甚至还有一些错误的传承是什么？阻止儿孙，或者阻止其他人怎么样奉献，有没有？来，牧师问一下，有没有人阻止你们奉献？来，不要举手哦。啊，牧师等一下讲的这个哈，牧师为了等一下讲这个哈。其实纠结了很久，昨天其实没有睡好，但是没有睡好有个好处哈，我4点半爬起来，看了哈很棒的月亮哦。子瑜在那时候有跟我讲说啊有月亮，但是哈月亮很棒，但是那时候圣歌队哈那个在练习圣歌队练完之后，我就在准备讲章也忘记了。4点多起来哈，牧师看到那个月亮，好美好美啊！那不是要讲月亮啊，牧师在纠结要不要跟你们讲下面这一段。这个是奉献带，牧师要挑战大家一下哈。牧师因为知道有的人哈，其实没在奉献，牧师不晓得怎么原因呐啊。那除了学生啦、慕道友哦，还不是很了解奉献的意义。其实牧师奉献，牧师其实之前也讲，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奉献帮助我们。我们会常常觉得我们拥有的时候是靠自己。基督徒在新的一年新盼望，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拥有的是靠自己，我们有的能力。奉献也帮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而已。透过奉献，你会心疼，可能会心疼啊。我们以前的牧师教我们说，你奉献哈，就是哈，你拿出来的时候哈，会怎样？心会疼啊，但是没关系。新的一年，我们慢慢开始要练习，要不要挑战一下？哦，我们这个不是在教保护会哦，也不是在教那个什么社团的会哦。有一个长辈很可爱，有一个长辈他要交会费，你知道吗？有一个长辈啦，但是因为年纪也大了，讲他也听不太懂，他有他的观念没关系，他至少他的心意啊。我们要甘心乐意，我们要关心上帝家的需要，关心上帝的样。但是牧师也讲过哦，其实你有没有奉献，其实上帝也不会缺你的，上帝的家也不会缺你。牧师等一下会讲到啊，所以牧师希望2026年啊，大家要一起来参与学习奉献啊。再来是有人当团契小组当做全力运作的工具。这样的信仰团体早就好像羊离了偏路一样，就像刚牧师讲的，有的传承长辈叫孩子不要奉献，卖红钱，奉献他正去阻止他，就像刚刚牧师讲那个人，有人要接待外来的访客，他不但不接，还给人家拒绝哦，叫别人不可以去接待他。2026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等下牧师要借用第二节，也是约翰鼓励该有的这段经文一样，送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送给牧师。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大家要看的对方彼此一种祷告，一种祈愿。祈愿什么？新的一年，
比如说我看的定性，亲爱的，这个亲爱的不是只有你才能讲，你干嘛一直笑？这不是只有你能讲，亲爱的是在主里面的爱，在我们的主里面的爱。我们亲爱的，亲爱的，我愿你事事安宁，你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好不好？好，来哈，大家看一下 PPT 啊，好，我们互相看一下哈，但至少看一下啊，我跟你，你跟他，好，我们开始哦，好，来，请来，亲爱的，我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这个不是应许，但是这个是一个祈祷，祈祷。很多人说这个是应许，不是，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不会生病，这个是一个愿望、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啊，有很多异端，教导什么灵魂跟肉体是可以分开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灵魂跟肉体怎么分开？约翰他特别在意、关心是我们灵性上面的健康，人灵性上面健康，而且这个也是一个整全生命的一个基础啊，生命的基础。约翰透过对该犹的鼓励，他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实况，什么实况？我们人确确实实活在我们肉身里面，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命定。上帝除了关心我们人心灵上面，透过跟他建立关系，透过很多的操练，刚牧师讲的奉献这个操练，服事的操练，许多的操练，让我们的灵性增长，也一样关心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身体，可不可以像灵性一样健康啊？我们这个身体也要像灵性一样健康啊，才不会陷入魔鬼的计谋，也不怕艰难为主做好的见证。意思是说，人需要保持身心灵的平衡，难不难？其实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可以受引导，走向一条美好的道路。人的身体需要身体跟灵性的平衡，教会这信仰群体更是这样子。教会不能只是关心内部的事情，会成为内聚的一个教会。我们建成教会只关心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不要去关心其他的教会。我们都吃不饱了，还怎么让你来募款？没有这个回事。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这是一个俱乐部的一个概念，甚至是一个社团。回馈过去8年，我们虽然花很多时间在建造我们教会里面的真理，我们祷告、读经灵修。牧师问一下哦，新的一年，刚那个定性有讲到新眼光嘛哈？新的一年，新眼光是读哪一卷书？3个字，1、2、3。谁讲生命记？举手。哎呀，哇，好奇，好奇跟上了哦。委身服事，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仍然为了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在努力。过去2025，我们依然为了我们很多社区的长辈，我们在努力的。大家现在可能觉得教会有社区这个据点很正常，对不对？其实一点都不正常啊！其实一点很多教会10间里面只有1间有，可能没有那么多。我听说刚开始建成弄社区的时候，其实是很艰难的，因为有长辈说这些人来不守规矩，又浪费电、浪费水，然后他们又不受洗，然后很多长辈就因为这样就离开了，我们甚至我们现在有让1年里面，我们有上下半年各1次让人家外来募款的单位。你们知道吗？每一次他们来的感受都非常的强烈。牧师讲一个我同学在台中的那个延春教会，
他们那一年是说跟我说他要来募款。第一年牧师刚来的时候，我说我建成还不是很熟，你再给我1年的时间，好，牧师慢慢教导。好，第2年的时候他就说啊，兄弟，我可不可以去你们那边募款？好，我的募款好了。我想他募什么？募2万块，他要买一台中古钢琴哦，他们教会原住民的教会啊。我说好，就上来。第一堂募款的时候，那时候洪义长还在，我们就募了10万块。啊，洪义长就很高兴下去跟他们讲。那个师母真的听了就马上就哭了。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动。他打电话来跟他们的长老，他们长老没上来跟他讲说啊，募了10万块啊，等一下还有第2堂。其实他们那时候教会是缺经常费。什么叫经常费吗？就是水电、瓦斯、租金，还有牧师的谢礼，其实付不太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非常的激动。我们让募款人的教会得到好的款待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该有让出外的传道人跟弟兄在里面，让他得到爱的款待。我们也给他很极大的那个鼓励。当牧师的同学他封牧的时候，我有去参加他封牧。这么多年过去了哦，大概6、7年哦。现在他们的教会非常的强大了哦，他们也在做所谓的文件站，跟我们的社区一样。然后各族群都跑去他们那边，现在教会的人也非常的多。感谢主，你看我们做了一点事情，其实可以影响很多的，还有很多的教会。纵然我们这样对外的奉献，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减少？哎，叶谭先生，我们自己有没有减少？你们觉得呢？其实建成没有什么有钱人呢。很有钱的人跟大老板，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的活动力也蛮强的哈，我们要的费用其实也不少。但是在2025，虽然报表还没出来，但是牧师知道经常会超过我们的预算。我们不会因为对外面奉献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不止我们对外这个建堂奉献，我们1年还有7次很多的单位来跟我们募款，我们甚至还有上下半年啊，对很多的机构奉献。大家知道吗？上个月有一个盲人的协会来感谢我们，那个理事长自己过来，哦，因为我们为了他们奉献了3万块。上帝依然补足我们的经常费，这是因为我们行在真理上面，因为我们走在正道的路上，是上帝让我们同工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号。弟兄姐妹，新年要有新盼望、新希望，每一个人都有，牧师也有。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跟上帝同行，我们的盼望如果没办法建立在跟上帝的同行，团契的活动如果没办法建立在跟上帝的同行，活出耶稣的香味，实践出来，成为爱的记号。办团契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教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常常会为了一些事情有争执，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彼此怎么样透过这样协调看法，让我们继续走在真理上面。如果2026年你不是邀请上帝跟你一起同行，你2026年有得到太多外在的财富、名声、头衔，以牧师来看，我觉得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来，我们请起立。上帝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要上芦苇的不值得，将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
清秀的光，使我前方路有指望。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前方路有指望。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了2025，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献上满满的感恩。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主，我们都深深的相信有你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新的一年，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放下我们自我，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谋算，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依靠你，跟主耶稣同行前面的道路。我们相信，有主耶稣同在的道路，纵然会有难过，会有跌倒，会有伤心，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圣手依然会扶持我们。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如同约翰祝福该犹一样，望我们的身体的兴盛，如同我们内心灵性上的兴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您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应该。勇敢走回家，有主同行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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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走回家，有主同行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